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过去一礼拜看过，就是互咱安真心来甲主相结连。求信心即马就运用伫遮，甲咱同在。阮伫天天的爸啊，为主，感谢你过主，阮经过一礼拜遐尔久的时间，今仔日是主你所平凡你所赏赐的安息的圣日，互阮有份来到伫你的圣殿内面，参加甲你来甲你结连，来敬拜你。虽然有人因为家庭上的需要、社会上的需要，身体病痛，无法度来甲你的圣殿当中来做伙主祭，阮嘛要恳求主，有对你遐来祝福伫因的心中，甲因的家庭，互因拢平安顺遂。咱做安真心来听候咱的主来甲主相结连。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咱一心下来，为着咱过去一礼拜来得罪上帝的所在，咱献上咱的祈祷，求主的保护来洗净咱，来洗净咱的心中的所有罪过，求主伊来赦免，咱做伙开声来祈祷，来认罪，来悔改。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来主的圣名。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甘心降服伫你的脚前，因为你的疼，去永远归于你，也无过阮常常来得罪你，伫个无知中得罪你。求主除去阮肉体的软弱，帮助阮会当脱离彼此的事。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小事，求主耶稣接做阮万福的源头，求你用保护洗净阮，求圣神更新阮，恢复阮，甲你中间所有破碎的关系，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啊，听你阮的祈祷，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多多赐予我，归化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要真济。愿你甲我同在，做我心里的顶摆，我你期待，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天生的器具。将我世界，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要真济。愿你甲我同在，做我心里的顶摆，我你期待，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天生的器具，主听将我世界。
着今日主理新老北刘奇奇院长的信息回用，喜乐合唱团诗歌的献唱，还有第二堂和金弟兄太北见证分享，咱来献上咱的祈祷，嘛为着花莲地当的会当得到平安，甲所有修复主啊，运动咱献上咱的祈祷，嘛为着世界和平，所有的战争会当快快，会当平息。咱为着这三项事件来祈祷，咱做伙出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主，你是我主，你超过一切都被一切的世界，主啊，感谢你，你是我主，哈利路亚！亲爱的主，完成今仔日主理第一堂新荣医院刘奇奇院长的信息分享，喜乐合唱团诗歌的献唱，第二堂和金弟兄太北的见证分享，阮献上阮的祈祷。主啊，阮要将你的慈爱甲美好传出去，求你帮助阮伫个生活中会当为你做见证，互看到阮的人，拢会当想到明白你这位国真国外的事。亲爱的主上帝，阮求主，你会当怜悯、稳定、平安，临到台湾这块土地。纪念台湾，阁有济济百姓，阁也未当明白你，嘛求你赦免台湾，得罪你，阮这块土地所得罪你的，完全的上帝，你是掌管历史甲世界的主，嘛是阮国家的主，求你保守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伫最近，阮陆续拄着几届地震，嘛引起一寡灾害，阮特别恳求你手续平安，除去所有的惊吓。我们清知你丰盛的慈爱无改变，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所倚靠的，你的确拯救阮，保护阮，甲阮同在。阮求主保守，因为地震遭有患难的同胞，有死失的家庭。求主你来安慰，有损失产业的，求主来帮助，因为当重新建立，嘛互各地救灾人员伫救灾的同时，拢会当顺利平安，毁坏建设会当快快恢复。求你怜悯阮，保守台湾，互阮全国的同胞拢会当做伙牵手度过这个危机甲灾难。亲爱的主上帝，你是世界和平的使者，请你赐予这个世界和平，互阮会当活伫个恁真正的平安内面。求各地所有的战争快快停止，检察阮看起来啥物拢袂当做，毋过伫你无咱遮的事，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灵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是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要征战。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明白，我无你期待，带我脱离灾害。你甲我同在，将我藏伫你手内，做你的心的起舞，注定充满世界。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摆，我无你期待，带我脱离灾害。你甲我同在，将我藏伫你手内，做你的心的起舞，注定充满世界。
因为主你甲阮同在，只是请所有的回复，咱做伙起立，咱来敬拜咱的主，哈利路亚。任何的环境拢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伊要保护你，你唔免妄想，也唔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拢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伊要保护你，你唔免妄想，也唔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上帝伊要看顾你，人生的大风大雨临到的时阵，全能上帝伊要保护你。主你是我的主伴。
手来宣扬主信命。我若主基督，甘愿一生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的天地世界，令我满到也我意，我为你的名告白的领主。我若主基督，甘愿一生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我若主，我若主，大声我若。我会扬起手来宣扬主信命。我若主基督，甘愿一生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的爱你世界，令我满到也我意，我为你的名告白的领主。我若主基督，甘愿一生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的爱你世界，令我满到也我意，我为你的名告白的领主。我若主基督，甘愿一生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的爱你世界，令我满到也我意，我为你的名告白的领主。我若主基督，甘愿一生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我若主，大声我要扬起手来宣扬主信命。我若主基督，甘愿一生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的天地世界，令我满到也我意，我为你的名告白的领主。我若主基督，甘愿一生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这是咱来用信息587首。主抓了我的
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守住阮这个主的圣日，互阮正囝儿、正百姓有这个福分来调记你，尊主最大，用祈祷、用吟诗、用学乐、用敬拜来到主你面前。是因阮知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愿世间人拢伫你恩典、使命、疼痛、祝福下面。总是阮人软弱，阮毋知明日的日子是怎样，所以阮学习要来谦卑跟随主的脚步，互你的疼充满伫阮中间。因为阮有碗课，阮就相信明仔载会更较好。明仔载有主你牵我一路来行头。圣神啊，愿你充满伫阮中间，阮真欢喜。今仔日有新老朋友的正当工，特别有喜乐合唱团来到伫阮中间，要引导阮来敬拜上帝，用诗歌来学乐你。愿主来感染阮伫你面前的服侍，将这个敬拜真侪一个澎湃的祭来摆伫你的面前，愿主你来接纳。愿圣神带领阮今仔日两场的聚会，对头到尾，上帝引带甲保守，阮看见你的荣光，看见你的荣耀，也领受你对天顶所享受的平安甲喜乐。阮伫你面前，将这个礼拜交托主，愿你亲自来带领。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由咱徛地，咱做伙来坐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多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阿门。大家请坐。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57篇。我是真的葡萄树，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枝，互人ฮ็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将荣耀、学乐归乎你。无论是今仔日坐伫你的圣殿内的每一位会友，也是伫线顶面咧互阮三角敬拜，袂当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阮要将荣光、学乐归伫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你赏赐阮天顶逐项属灵的福气，对阮施落你的慈爱、你的信息、应允，也得到永远。阮逐人的心因为你的救恩得到快乐。
主啊，就亲像今仔日阮所唱的诗歌同款，济济事阮学得明了，总是你的慈爱、灵敏，互阮得到耶稣基督的保护、抓控。你保护阮每一个你所疼的囝儿，伫病痛也是艰苦中，得到你的医治，永远的医治。阮的心得到透放，心灵得到更新。主，阮看见到你的恩典充满伫阮逐人的生命中。主，阮要讲哈利路亚，感谢你。主，阮的教会受到你大大的祝福。阮将要进入50许年，阮毋望富强教会搁较复兴，领受主你予阮的异象，来宣扬你的名，传扬你的救恩，时刻拢甲你相行。愿圣神所赏赐阮的恩赐，就显明伫每一位会友的生命内面，帮助阮搁较勇敢，搁较热情。用主你所予阮逐人无共款的恩赐来合一服侍你。阮愿意亲像行生涯基事的主耶稣手中的5块饼、2尾鱼，互主你使用，互你擘开祝福。对安尼，阮可以当带着丰盛的恩典去祝福阮身边的人。主你真理的光，嘛帮助阮。阮带着主你赏赐的遮个恩惠，将光明甲自由带入人的心中，帮助阮的社区、阮的城市得到改变甲转化，互孤单冷静的，因为有主的疼来变做刚强。主，阮当心为着你的正教会来祈祷。望主的教会拢会当成做宣教的教会，兴起搁较侪团队，行到有需要的逐角落，互搁较侪人明白你的疼甲救恩。今仔日阮真正感谢新老病的义长，甲喜乐合唱团，甲东港的诗班，会当和阮做伙来敬拜你，因为主你的疼。因咧做真水的服侍，人对因的诗歌、见证、生命故事的分享，得到真侪帮赞甲激励。求主你赐福因，时刻甲因同在，领受主你无限的喜乐，甲充满快乐的愿望。主啊，你所做的一切，实在是超越阮所求所想的，愿你得到所有的荣耀。阮安尼祈祷恳求，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要为咱来读圣经的是陈春菊牧师。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9章35节。耶稣遍行遮个城，遮个乡舍，伫伊的会堂教世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逐样的症头，逐样的病痛。第2位的经节是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7节以及12节。第7节，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神，就是权能、仁爱、守己的心神。第12节，为着即个缘故，我也受遮的艰苦。若是我无掠做见识，因为我把我所信的，也深信伊会保守我，
所交托伊的到伫迄日。所以，咱要由咱新老病院喜乐合唱团带来学乐的诗歌。喜乐合唱团因是伫2010年6月份来成立。咱的病院为着要较深入来陪伴甲服务癌症的朋友，为着加行一里路的精神，希望讲会当互因会当伫治疗的上时，也有心灵顶面的安慰甲支持，所来组成的一个诗班团体，为着要互因活出搁较有愿望，活出自信，活出有对上帝遐来所享受的快乐、力量，会当来勇敢面对生命。主要的成员是一群咧抗癌的生命斗士，生命的勇士。每一礼拜四下晡3点到4点，要伫台南新楼的礼拜堂来咧练唱。甚至阮特别也有聘请非常专业热情的指挥王振文老师来为阮教唱，互因会当用生命所唱的歌声甲见证，到伫正教会来宣扬，到伫所有所在逐角落会当唱出喜乐，唱出上帝的听。我们喜乐合唱团要来为咱献的诗歌是永远唱的歌。
煞接要邀请新老病院院长刘启古院长来为咱分享信息。伊要分享的信息是故事继续写落去 ，The story continues。各位这里大家平安，真欢喜吼！今仔日咱有邀请到新老病院的喜乐合唱团，阁有真侪这个小戏班的同工牧者院长来到咱中间吼。虽然院长是咱的会友啦吼，但是来者就是客，所以咱牧师代表教会甲因欢迎一下吼。真多谢咱新老合唱团。伫即个早起7点就来7点就来教会足用心足备办。咱有新老病院医牧部所有的牧者同工拢来搁咱病院所有遮个工作的同工拢做伙坐伫遮恁甲阮热唱一下好，咱甲因拍拍欢迎一下来。这嘛是同工我们的同工拄则咱听见陈春菊牧师介绍咱这唱足专业的合唱团，拢有一个特色，就是因拢是生命的斗士。所以毋是只干熬唱歌那点，我想因是唱生命胜利的歌，才是价值。所以小等下，咱要先请刘院长来甲咱分享讲道，然后咱阁有即个见证，阁有遮个乐团因所要唱的诗歌，望咱大家甲面做伙。用同款敬畏的心来迎接上帝所予咱迄个美好生命的果子。咱的院长2年前咱有邀请伊伫咱的即个福音主日来分享我听讲伊分享了煞变名嘴足侪人要请伊讲就对啦所以今仔日顶抓伊是咧讲因家族的见证，今仔日伊要讲新老的故事所以讲故事继续写落去。咱用热烈的呼声来欢迎院长来，来控制，在这里。谢谢向牧师，谢谢谢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听到牧师这样介绍，我开始紧张了，变名嘴没有，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赐，就是看你如何用。那虽然是每个礼拜都来富强教会，走进来的时候跟今天的感受有点不一样。今天会觉得，富强教会真的是充满爱，跟神祝福的一个地方。阿们那富强教会过2年就是要庆祝50年。大家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昨天也是大家在10年前把这个新堂献给我们这个教会，阿妹吗？因为我今天早上在 FB 里面看到一位戚友写说，10年了，这是故事，我们继续写下去。鼓掌就鼓掌，没关系那我们新楼医院也一样，明年就是庆祝160周年。160周年，这是个不容易的一个日子，因为有前辈。我们的宣教师，我们玛雅各医师，在我们台南所设的这家医院，这家医院走了160几年了，所以这个故事应该就是我们这一代要写下去的。那我们这个故事写故事真的是不容易。那我记得，假设大家没有记错的话，在去年，我们台神院长也在这里做过分享，他就是用这个圣经，大家有没有印象？他就用这个圣经是这么说的，就是用他这个使徒行传最后1章最后1节来跟大家做分享。他曾经讲过，使徒行传大家看了这个圣经节，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停止了？他是这么说，保罗那时候是在监狱里面大家对保罗的讯息非常清楚。他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足足住了2年。这个租房子其实有点奇怪，他是在监狱里面，他可以自己租房子，
然后凡有人来见他的，他都接受，他都接见，然后做些什么？讲神国的道，来讲神国的道。也就是在监狱里面，谁来看他，他就讲神国的道。我现在有点像，你们来看我，讲到我们工作完，我就跟你们讲神国的话，对不对？我讲这个是在传福音，你在无时无地、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做这个事情，来讲主耶稣基督的事，来教导人家，并没有人可以禁止。我讲他就在圣经就在这里结束。一个写小说的人就一定是很奇怪，不可能就这样结束。到底最后保罗能不能出来继续传福音？最后保罗是怎么样？在这边他没有告诉我们。我想我们的台神的院长也在这里说，保罗的故事在这里结束，但是传福音的故事，28章以后29、30、31是你我来写的，对不对？新楼业的历史有新楼人继续写下去，那富祥教会的故事也不是40年前、50年前就之后就停止了，也是有各位继续写下去。我们在社教38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新的堂献给神。那我们50年后，50之后，我们有没有计划做些什么？也同样的，新楼宴160年以后，我们又做些什么？所以明年庆祝160周年，我们有说160什么？美丽的脚中160，还有呢，医疗传道向前行。就说医疗传道，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医疗传道，我们一定要往前行。这张照片我没有给我太太看过，好面熟吧？我们两个不是在某一个地方在结婚嘛？哦，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场景在哪里？牧师有印象吗？看了好久，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在4年前，2020 6月27、7月27、26的时候，我是在这里，我跟太太在这里，牧师谢牧师就把在场的好多的牧者为我祝福，为我祷告。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4年前，隔个礼拜就是我接新楼宴的院长，这个担子非常的重。牧师知道需要神与我同在，牧师也知道需要大家跟我一起来分摊这个重担，跟我们诗歌一样。这1年来，告诉大家这个担子谁重，可是我有又挑又轻。为什么？因为有大家跟我们同在。在这里，我得到神满满的祝福。4年快要过去了，我在这里曾经讲过一句话，因为牧师也请我在台上第一次拿麦克风跟在教会里面跟大家做个分享。我说新楼宴的历史，新楼宴的这个拼图，我相信我在做拼图的时候，里面好多片是富祥教会跟我一起来做拼图，阿妹吗？好。4年快要过去了，我今天就跟各位告诉大家，富祥教会跟新楼宴这个故事继续走下去的，你们的角色其实默默在新楼宴已经写下来了。这个是当天的合唱团就开始写历史了。这个历史里面，第一件事情，接了院长好像不是那么轻松。每天早上，我在大家还没来上班之前，我就在新楼宴，在我们的大厅的时候，我们病人还没到，我们在大厅就会有一幅新楼宴玛雅各的照片，不是这一张。那时候我每天早上在那里静想，到底新楼宴我们医疗要往哪里走？因为我们有2家医院，到底要加强哪里？要做些什么？我想来想去都是想医疗，想来想去都是想医疗如何改善，如何改善。可是每次在那里
我自己不会，我自己觉得没有特别的平安，也没有觉得应该这样做。在那边看到好久，好几天在那边看，但是有一天，当我在看的时候，好像玛雅各有话要跟我讲，对不对？这个就是玛雅各啊，他叫我，你应该会相信神与你同在。我说当然，神一定会与我同在。但讲到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光，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光在哪里？那个光就是十字架。当我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好像一切都有答案了，好像一切都有答案了。玛雅各他160年，当时是155年，来到台湾，他是来做医疗吗？绝对不是做医疗，他乃是受到上帝的呼召，又来台湾做宣教，又把福音传给大家，又在各城各乡来传扬神的福音。他要把神的国的道理跟大家分享，顺便做医疗，对不对？所以刚刚在牧师在讲的，就是各城各乡来传扬神的福音，顺便做医疗，又做医治个病。那玛雅各来这里，来150年前把新楼院在台南落脚，交给每一个人，交给10个外国的宣教师。后来重建之后，我是第5个。那你要做些什么？神就告诉你说，你好好的做医疗传道。记得新楼院有一个使命，叫做医疗传道，好像是2件事。我们医界的医疗做好医疗，业务部你去传福音，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其实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因为你做一个新楼院，其实玛雅各要我们做些什么？宣教医院有没有？上面玛雅各写宣教医院是什么？就是你做医院是要领人归向基督，那才是重点。领人归向基督不是只有教会，领人归向基督，教会也可以做，医院也可以做。所以新楼医院要做医疗的话，不是单单做医疗，乃是要做传道，领人归向基督。你做医疗，现在不需要新楼医院，因为在台南有好多医学中心都做这医疗了，那要缺我们新楼医院，不奇怪，没有关系。但是唯一缺的是领人归向基督一个医院。所以新楼院玛雅各要我们做的是医疗传道。那医疗传道，以前我们说 medical evangelism， 自从我们就感受到，有没有看到那个英文名字是我们自己创出来，叫 med evangelism， 这是一个合而为一。做医疗的时候也是传扬神福音，做香福音之后，我们也顺便做医疗。因为玛雅各也讲过这么一句话。你要做宣扬神福音的最好的机会，就是在手术刀药完之后，等他们痊愈的时候，传扬神福音就是最好的一个时机。所以新楼院我们要如何走？这个核心价值观、这个使命跟这个愿景，其实是前辈一个一个接下来的。这是我们新楼院留在新楼院的心中已经好久了。但是常常这段时间，大家都是把它当作口号，评鉴院的时候把它背一背。哎，你新楼院的使命是什么啊？有时候我们还念错了，把医疗传道有时候会讲到 service, love and hope， 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的理念。所以愿景是什么？有时候还要拿东西来念。其实我们这几十年都是没有很清楚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使命是什么。但是自从我们再次觉得要把新楼院的招牌重新再擦亮的时候，就是这个要把我们带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用基督的爱来照顾我们的病人，让他们得到医治，最主要的得到盼望。因为唯有教会医院才有办法给人的盼望。我们把医疗传道当作我们的使命。最主要的我们愿景是什么？希望我们能够照顾好每个人的身、心跟灵。阿们。好，因为这灵实在是困难。昨天
我在台北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健康台湾，赖总统来跟医界面对面的沟通，花了5场的会议来找出一个 solution， 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要照顾小孩子的灵性，青少年的灵性，好多人在心理上面没有得到平安，在网络上面键盘后面的人讲了几句，他就受不了了，砰就跳下去了，就自杀了。这个是健康台湾在心理上面要做，不是叫身有人碰到灵，但是唯一新楼宴是因为教会宴可以碰到灵，因为我们有基督，所以我们新楼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以外，我们的愿景大家不要忘了，身心灵的灵，现在我们在做，在照顾每一个的病人。我们的今天的合唱团是喜乐合唱团，就是我们照顾10几年来就照顾的一群，因为他们在身体上面有创伤，不够健康，那我们把他医治好，我们有照顾他的心理，所以10几年前我们都有好多的活动，有时候一个病友会就是跟大家凝聚在一起，有时候我们跟画画，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碰到灵。今天非常感谢神，今天早上我看到潘牧师，许天前的牧师娘来跟我打招呼，这个就是他在宴幕部的时候，许天前牧师所要做的，所要带领的，就是喜乐合唱团。在他在宴幕部主任的时候，把这个灵方面加注在大家的身上，10几年了。许牧师在他们练唱的时候，每一次都坐旁边来鼓励他们，大家对不对？我想今天有特别的让我会感受到说，我也是许牧师把我带到富强教会来，感谢神，在这个故事我们继续写下去。那富强教会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就一直陪伴我，这一刻，每个礼拜大家刚刚在牧师在讲道之前，是谁带领大家唱歌啊？敬拜合唱团，赞美，在当中跟大家带导，有什么事情向神祈求。我坐那边，我也学会了第一件事情。我在新楼宴当院长之后，我们有这么一个院长室的早祷会，在里面我们唱诗歌，在里面我们听牧师讲信息，再来把每个月的一些问题向神求告。这是富强教会已经在新楼宴放下第一块的拼图，阿妹吗？这是真的感谢神。我们在院长室会议里面这个讲，我们有把我们的问题交给神自己，就帮我们解决了，把我们的担子就拿下来了。所以说很高兴，我们在这祷告当中，我们把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把我们的使命再次的抓回来。抓回来的那一刻，我们业务部本来做的工作更加的积极，更带我们的新楼人一起努力。我们每个月2院大概有190场的跟教会一样的工作，有团契的聚会，有诗歌的练唱，有圣经的读，然后去布道，在门诊布道，在放赐人家有将近200场。那我们目的何在？就是希望你能归向基督。其实只有我们做，不是厉害的才做，做了才知道厉害，对不对？阿们。所以我们做了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的事的，在我们教会业里面，我们也可以受洗，不是只有教会才有。我们在所照顾的病人，在末期在安宁病房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感受到神在照顾他们，他们又急着在病房里面，我们就给他受洗。所以病危的时候，我们都会。那这个很难得，在3月份的时候，同时有3个人请教会的牧师祷告，做受洗。为什么？可能他女婿，可能他儿子陪伴着他一起来受洗，感恩吧。3月份有4个，我想这是我们所做的。反倒我们最高兴看到的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仅如此，富强教会也到妇女之家去关心我们的病友，不是病友啊，住民。就是每个月大概1次到2次来关心他们，来陪伴他们，来跟他们讲神的话。大家有没有信心？有那么一天，他们也可以接受神主做他的神吗？阿们嘛。这是我们在妇女之家有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他们愿意接受神。我相信富强教会在那边也可以有这个结果。那我们也跟地方教会常常有个联系。我们的师资据点，我们需要场地，因为师资据点都是赔钱在做工作，但是这很需要的，所以教会医院常常就愿意把周间的空间留给我们。那我是觉得，有没有看到教会的门打开了？有没有失智的病人、失智的家属，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第一次进入教坛的。我相信神自己可以在他们身上，只要领人归向他，主自己去做工。你只有把人带到教会来，不管用什么方式，我相信有那么一天，会有人也会跪下去受洗。再来，我们除了照顾我们的病人、好朋友之外，在我身边有好多好朋友啊，有好多的我们的 best， 我们也把他带到富强教会来，教会都来。那每年都会1次、2次，真的神自己做工。我们好多我们的慕道友，好多我的 best， 一个一个跪下来，腾伟对不对？你跪下来接受神，这个跟我们在前一阵子我刚刚讲的赖总统嘛，赖总统有一次带的好多的官员站在一起，起立，站起来，有没有？谁站起来向着市民祈祷？可是我们新楼院保定跪下去，督导跪下去，来把神当作你的救主。我讲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有谦卑的心，我们有自己有错，或者说我们罪人，神把他带到我们的身边来，这是跟我们市场不一样。我们希望越来越多人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斗胆的把总统带到富强教会。我真的希望有一天他也跪下来了。只要我们把他带到教会来，神自己做工，不是你厉害，是神厉害，好不好？所以说带人进来教会，这是很容易一件事情。那我是从沙罗约来，这个一般族大家也知道，我们也跟他们接触，希望有机会，我们也到一般那边传扬神的福音，来做一些什么。因为我知道下一场就是有我们的海外宣教，再看看是不是富强教会又可以跟新罗院做一些合作，来传达神的。所以这个看起来新罗院跟富强教会完全连在一起。那前几周大概就是复活节，复活节前面就是受难周，受难周里面，耶稣在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去的时候，肚子也饿了，他看到一棵长得很茂盛的无花果树，他肚子饿了，他就想在里面找东西来吃。虽然不是收割的季节，但是总是可以看到不同程度、不同熟度的果实。可是他看到里面都没有，他觉得我要吃用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准备好。这个会提醒我们说，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神的子女，你要做神的事工，要把握机会，不要说邀请你做什么事情的，等一下，你机会就失去了。刚刚牧师在讲，2年前他叫我来做福音礼拜分享的时候，我也是有个犹豫啊，可是还好我没有拒绝。我把我老爸的故事跟大家分享，真的，从那个开始，不是抿嘴，很多人有感动，都邀请我，在台南，在嘉义，在台南，在冈山，在屏东，
里面已经10场了，不容易。而且马来西亚也邀请我2场了，真的感谢神。你不要认为你不行，我的口才那么差，那么腼腆，那么害羞，和现在站起来很有信心，因为神在你使用你的时候，你都可以做一些事情。不要任何事情邀请你的时候，你说我不行，这个是胡长老很喜欢的一句话，说不是你厉害你才开始的，其实你做了之后，神在你身上所实现的，你才知道你的厉害。各位再看一下，不是厉害了才开始啊，因为我们永远是达不到那个厉害啊。可是你做了之后，神在你身上，你才知道你厉害。所以从这个开始跟大家分享，我可以带领那么多人来教会，而且因为这样子的受洗，你们也可以。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刚刚提到说，这故事绝对不是在我们这一代停止。新楼院刚好要过160周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在我们的门诊区都已经把过去的美丽的脚钟都贴出来，宣教师啊，我们以前的前辈啊。那我的同工说，最后一张，院长你看看空白，你要不要写几个字？我的字就是写 The story continues。这一代要把这个故事继续写下去，所以我们相信新楼院未来还是跟富江教会一起手牵手来写新楼的故事。那我刚刚提到说，新楼合唱团在10几年前成立的，他们真的是每周都来我们新楼院，礼拜4的3点呢，他们很早就来了。有时候我经过的时候看到说，他说我们早一点来，等着那个礼拜堂门开了，他进去。他们在的时候就可以做很好的交流。你看看后面的一张，在那边就是很默默的在先看五线谱，不晓得看得懂看不懂了，但是有看。所以刚刚等一下我们听了一首，他们真的是用他们生命来唱这首歌。我们的指挥是完美的。刚刚跟我说，我们有几个同工很紧张，今天身体状况不好，怕。我说你怕什么？我们听的不是他准不准的音符，我们听的是他的生命告诉我们什么。大家说对不对？好，我们再给大家鼓励一下。那新楼160，我们往前行。他们在这10几年来去了好多的教会，做了好多的见证。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因为他们而所感动。所以新楼院160，我们往前行。我想这里跟大家做一点分享。时间有点拖了，对不起，谢谢各位。真多谢咱老院长的分享，愿上帝甲咱同在，佮护着咱拢有使命，互这个听的故事继续写落去，互咱的生命拢会当来影响生命，活出生命的意义佮价值。下面要佮来邀请喜乐合唱团为咱来俄乐的诗歌《我欢喜耶稣手牵我》。耶稣手牵我。
面要邀请咱喜乐合唱团史凯贤弟兄来为咱做信仰的见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分享我参加喜乐合唱团的过程，甲着癌症的感受。喜乐合唱团成立了无偌久吼，我受着癌的朋友黄尚金长老的邀请，加入陪唱马士，因为马士甲伊咧唱尔。伫2010年的11月中，伫台南美学馆举办新后病院145周年庆吼，癌症朋友音乐会，演唱煞掌声真热烈。后来合唱团开始应国教会伫主日崇拜献唱。每年约有3、4摆到国教会做主日崇拜献唱，安慰朋友。2015年，伫台南文化中心举办150周年感恩音乐会，电视台有转播阮演唱的画面，互全世界拢知影台南新后病院有癌症朋友组成的合唱团。王静文老师教阮唱歌，有人袂晓看外线谱，用暗记的，佮常常记袂起来，需要一摆佮一摆的练唱。我拢叫苏慧老师啦吼，苏慧老师拢袂受气，真温柔，佮真会讲笑话，互阮心情较轻松。团员若住病院治疗，阮拢会去病房甲探访关心。也有坐轮椅，塞着迄个吊点滴架来咧练唱，可见苏慧老师是偌年啊吸引阮来练唱。还佫有小时班也会帮助阮练唱吼，甲照顾阮即群癌症的朋友。当团员望主温调，阮唱献歌的时。苏慧老师是目屎流目屎滴咧指挥，阮也对伊安目屎流目屎滴咧唱为歌，可见团员的感情真亲密，毋甘团员来离开，因为有可贵的爱情、友情，甲敬爱牧师以及可爱的苏慧老师，互我欢喜继续参加喜乐合唱团。去年正月初，我伫新后病院接受泌尿科陈丽珍医师开刀处理肿大的尿路线，发现到有癌细胞，是初期的尿路线癌。我无惊吓，因为伊讲有人到临终的时，也毋知影已经患了尿路线癌。我想到圣诗第587首讲，我毋知明日会怎样，节节思明日会临到。节节思恶得明了，我深知主掌权明日已牵我一路行透。我的心境亲像这首诗歌，我感谢主的怜悯，互我得到袂痛苦的癌症。提摩太后书1章7节到12节的经文，互我确信我靠主耶稣基督，甲主同行，就有快乐的心情。来过每一日，感谢主！我手术后每3个月抽血检验结果，经过4摆 ，PSA 的指数拢伫标准以下，亲像无癌细胞啊！我要感谢新后病院有真侪优秀、佮亲切的医师佮护士，以及院牧部有疼心佮温柔的牧师佮关怀师。对阮遮的癌症朋友亲切的关怀，
对单以后，我要快乐活的，带着喜乐合唱团到各所在，用音乐来安慰朋友，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疼，互更较侪人认识主耶稣。愿上帝赐福新后病院永远发展，继续传播福音救人，也愿上帝赐福大家平安健康。谢谢。咱真感谢咱史凯贤弟兄，伊带来伊伫生命深深对上帝的体会甲感谢因为咱所倚靠即位搁真搁活的上帝，只要咱若坚心来倚靠主耶稣，求叫伊伫伊无难成的事。下面要邀请咱喜乐合唱团以及咱的小诗班做伙来合唱要唱的诗歌有《主耶稣永远看顾》、诗篇23篇，甲《暖暖百花线》。小诗班是由音乐部的牧师、关怀师甲病院的员工所组成的。借着吟唱这个诗歌甲报道，来要宣扬上帝的疼，要将这个福音甲疼来传出去。喜乐合唱团甲小诗班要甲咱合唱的歌，咱第一首是咧讲，咱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受造物，伫大自然的当中，的万物拢有显明，为着要显明主的疼，有伊带路，互咱拢无孤单。人生的路途搁较艰苦困难，主耶稣拢会永远看顾。诗篇23篇嘛咧表达对上帝的倚靠，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上帝是咱的牧者，凡事拢会为着咱来陪伴。有主的同在，互咱无欠缺。第三首的诗歌是咧讲台湾的歌，咧描写台湾美丽的风景甲文化。作者嘛要讲，伊是一位自由自在、幸福的台湾人。
我心他心。
伫遮嘛要感谢咱富强教会正兄姐长期以来对咱病院医疗团队的事工，常常伫主的面前来带导甲关心，以及奉献甲支持。咱本厝的奉献也是要为着癌症治疗的专款来做伫有困难遮个癌症的朋友，以及也是传教者伫咧治疗过程当中做因的帮赞甲关怀事工来奉献。今日机会，咱搁用一遍热烈的掌声来甲所有遮个新老喜乐合唱团同工甲因拍拍啊，鼓励鼓励吼。各位兄弟，咱今仔日呢，咱特别吼有一个特别的奉献吼，有一个特别的奉献，就是讲拄则咱听见因在做见证，搁咧唱诗歌，目的就是讲，将民将因对新老病院的帮赞，互因伫病厅的医疗，搁特别伫心灵的医治吼，拢有即道真水真好的成果。新老病院为着要扩展即个心灵关怀甲灵的医治的即个事工吼，所以咱教会小会有特别接纳讲，今仔日邀请因来做见证，来做分享，做诗歌的即个献唱以外，咱会当为着因的即个事工，特别是有关癌症关怀即个部门的事工吼，咱手中周报内底有一个奉献地吼，你若有感动感觉讲即个会当。透过这种的关怀，毋但是医治因的肉体病痛，而且阁救灵魂。若你有感动，欢迎咱大家伫用这个奉献地为着因来做奉献，写你的大名，若有这个咱教会迄个电脑编号写落阁较好势吼。愿主祝福咱今仔日所有的服侍，咱甲时间交互咱的师会。咱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咱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咱做伙来读这个月金句，请。因为阮的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的。哥林多后书5章7节。这是咱来做简单的报告。下周的主日是下文学牧师。继续咱看第4页，机体交通。
今仔日真感谢新老病院喜乐合唱团甲所有的同工来伫遮甲咱做伙参加敬拜啊，对伫见证，对伫议长的信息，也是对大家的诗歌，我拢看到恁对指挥到每一个人，不止恁的歌声真水，啊，恁的笑容嘛真水哈，啊，是真正是喜乐的合唱团，阮感谢你。再来，咱的第二项是今仔日也是家庭协调中心的事工主力，请咱大家来关心为因祈祷。第三项，中保大岛报名时间是到5月初1，请咱留意这个时间。伫后礼拜两个礼拜中，咱会举行彩排咧。说明的时阵是伫10:30第一届复赛同工，请你注意这个时间。第4点，大岛团的消息，咱50禧年要出版祷告的书见证集第2集，下底有这个投稿事项的注意，咱家己来看。第5项，咱教会要庆祝母亲节，所以伫后礼拜5月初5以及5月12两礼拜的时间，咱要来拍全家福的照相的服务请会友咱家己留意咱家己会当适合的时间。再来第6项是本教会的刷接5月所有聚会的消息请咱家己留意来看其中5月19号是咱全台南教会要举办的圣神降临节的祈祷会请咱特别来关心。再来是伫第6页牧区的消息，则要来补充一个主日学伫7月18到7月21要举办夏令营伊的题目是我是 EQ 小主人。咱先从这个时间，互咱的会友知来邀请咱厝邻的囡仔，也是咱的好朋友的细囝，互因知这个消息佫有咱的奉献的所有的明细，咱请咱家己来看咱即马请牧师来补充。各位兄弟，咱这个喜乐合唱团咱伫第1场礼拜有献诗啦因为咱考虑到因这体力上所以咱第2场原则上因就无献诗，但是呢，院长要阁留落来分享信息特别咱阁安排咱的恒星兄伊要来做去台北这个宣教的见证所以咱兄弟呢也时间无受阻挡。欢迎阁留落来留落来听咱阁一遍要来说多谢，但先咱就是要恭喜咱的这个老院长伫2礼拜前咱总会举行年会阁一遍来正式来任命咱的老院长续任咱的新老病院长，咱甲拍拍鼓励院长刘来，咱甲鼓励一下，鼓励一下鼓励。好，多谢，恭喜咱。若是讲甲伊恭喜，咱实在是替伊祈祷啦拄则院长真清楚甲咱分享讲虽然咱福阳教会要50当人新老病要庆祝160年但是讲起来其实有一条线咧牵，你敢知影？新老病院当时创设的时阵，马国医生因遐的宣教师有创立咱台湾第1间教会对无？太平间教会太平间教会后来呢有开设东门教会啦，咱伫东门路迄个东门教会48年前，东门教会代表中会来接纳咱富强教会做伊的即个算讲伊的车会，也是讲伊的即个分析的小会所以若讲起来咱是太平间教会的孙，你敢知影所以嘛是甲新老病院到迄阵到安尼甲你有一个结连啦咱看见足侪事工拢甲新老病院做伙咧服侍，实在是感谢主事实咱拄则除了合唱团以外，咱坐伫头前这2-3排足侪拢是伫咱教会咧做礼拜，是咱的会友就对啦所以咱搁一遍呢，甲新老病院的同工阁有咱的即个乐团阁有咱的指挥甲司琴，咱甲拍拍鼓励欢迎一下，好不好？咱今日嘛真欢喜咱遮的团员无法度一直来介绍，但是呢，咱新老病院有副院长就咱的俊君执事伊嘛是咱的会友老准
俊君这个副院长俊君副院长黄俊君。咱若介绍咱新老病院的牧师比咱富强教会较济因为有4、5个牧师的所以有伫遮咱吴正牧师伫遮来，吴正牧师。拄则苏慧陈春菊牧师搁义务部伫迄个咱的台仔顶即个钟日新牧师搁有肖聪元牧师咱阵容足坚强啦事实咱甲新老病院大家迄种互相事工咧，互相支援、互相带导这是安尼真密切咱毋茫讲继续为着因来祈祷，随咱伫即个中保带导咱伫咧祈祷的足侪项目中间，咱继续为着新老病院，咱将做一个真正医疗宣教的即个病院来祈祷真多谢因咱也有新朋友伫咱中间，我来介绍有一位叫做陈明松弟兄，有伫遮无？陈明松先生来欢迎伊，欢迎欢迎，来请坐搁有一位徐维平姐妹，来伫遮后壁面，伊是特别来乌燕咱的喜乐合唱团的朋友啦伊今日特别来参加，欢迎你来参加好，拄则咱的书会有真简要来做相关的报告，牧师要用一个投影片几张来做报告再来做结束咱。毋知咱东港有搁订开无？咱有一个投影片内底有迄个图卡，有图卡就是伫咱就即个程序单的后壁面拄则我看到变已经结束的诗歌，头前有遮个影片投影片，就是报告消息后面有没有？伫报告消息的后壁面，就是拄来程序的迄个时阵牧师的报告就是讲，咱即个来即张咱有看到，即张是什么相片？我来操纵就好。来，咱咱的富强教会新礼拜堂就是10年前的昨昏来献堂。咱真多谢咱东港特别铺伫咱的网络顶面，拄则是咱的院长讲，咱已经10档即几张相片，互咱小可搁一点仔回忆啦顶是咱的第一任牧师王忠信牧师，甲顶任的牧师蔡牧师咧剪彩的相片即张就是咱的即个王忠信牧师伫10年前咱教会有特别完成一本手抄的即个圣经王牧师摕迄本就是咱的一个纪念的圣经即张就是咱所有啦除了咱的詹牧师也袂入来以外，是咱历任的牧者的一个合照伫迄年的10年前这是咱迄天献堂礼拜的相片这也是献堂礼拜的时阵最后一张就是咱伫室外咱要剪彩进前联合伫外口翕相即个相片啦咱真多谢清泉执事伊足用心，昨昏特别铺伫伊的 FB 内底讲10档来纪念随咱教会这历史拢伫咱的东港内底咧整理毋茫咱50周年的时阵，搁一遍来甲伊呈现咱为着10档来，上帝恩典满满伫咱的教会，咱家己拍报告一个好无？多谢咱为着家己祝福。来，这边是咱拄则有报告讲，台南区的全球祈祷日是5月19，有以就就是3礼拜后啦有以就迄礼拜日的下晡2点，要伫中英大学的体育馆要举行一个3000人的联合的祈祷会。咱富强教会伫咱长老教会爱负责动员1000人长老教会，咱富强负责动员60到70个啦。咱已经邀请咱遮的干部咱遮的小组若是你会友讲哇，这个袂歹联合的聚会我想要来参加，请你会当落去楼骹的时阵报名讲我要参加咱要统计人数，到后礼拜咱要统计人数若
人数有潮，咱要请游览车甲咱载，所以免客气，免烦恼讲无人甲你交通服务啦吼。所以后礼拜以前爱报告哦，报名吼，咱70名上少就对啦。若较侪嘛袂歹，毋过就是爱报名，咱才知影人数，咱准备交通的服务吼。过来是咱嘛是共款吼，5月26，实际是25拜六，迄个晡3点半，要伫咱的教会举行即个亚东剧团的一个算讲报道的戏剧的表演。这是拜六哦，毋是礼拜哦，拜六。这个拜六咱需要兄弟你招无道友，招这好朋友来看来听，但是为着要人数，你会当要来参加。甚至要邀请朋友 best 来参加，请你有哪甲咱的办公室登记一下，咱人数有够吼。咱鼓励咱参加。咱迄天的，过转天的礼拜日就是5月26，咱教会内底迄个礼拜日有有一场，但是无共款的剧嘛，所以你2项拢要参加上介好。礼拜日本来咱来参加聚会嘛吼，所以这点邀请大家来注意哦吼。过来中岛大岛的勇士，咱到后礼拜报名截止啊！咱5月初5吼，其实是5月初1就报名截止啊！咱过2-3天，咱5月初5要即个册派，请大家备办心。过来是咱吼基岛的树要邀稿啦吼，要邀请咱大家写，有人要做个见证，你甲写做文字。你感觉讲我袂晓写了真舒适，你当甲录音起来，请咱同工会甲你替你来甲你写做文字就对。咱望讲明年会当收集好，咱伫50周年的阵，甲印出第2本的见证集吼，请大家有感动赶紧写起来吼。过来是咱拄则少尉执事用报告咱的儿童主日夏令营吼，要伫7月18，意思讲，请你家长注意这个时间，7月18拜4、拜5、拜6、礼拜日，拢总4天吼。咱伫规日的要举办这个夏令营，请大家甲咱的囡仔节期活动甲排落去，排个重要的一个项目，赶紧来后礼拜报告要咱报名吼，咱大家甲这时间甲放咧，安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吼，时间到这，咱来请咱的师会。上营请起立。祝祷，咱做伙同心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特别甲新老病院院长、同工以及喜乐合唱团三甲同在。对这时直到永世来无煞，阿门。请坐一会。是呀。
第一场的礼拜到这，咱互相请安，愿主祝福大家。